此后2022年9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死后的纪念。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第10到15节，咱做伙来看来读。我西面有抄本是西文。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甲使徒。我写批予遐个靠咱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义，甲咱分享同款宝贵信仰的人。愿恁通过认捌上帝，甲咱的主耶稣得到上帝所赐丰丰富富的恩典甲平安。上帝有用伊的能力，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一切赐予咱。这是通过咱认识，调咱来分享伊的荣光甲良善迄位上帝来的。这是通过迄位上帝来的，嘛通译做这是迄位通过咱认识，用伊家己的荣光甲良善，呼召咱的上帝赐予咱的。安尼，伊有将极大佮宝贵的应允赐予咱，互恁通过这个应允，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，来分享上帝的本性。为着这个缘故，恁着尽力打拼，互恁有信心，佮有德行；有德行，佮有知识。有知识，佮有节制；有节制，佮有忍耐；有忍耐，佮有敬虔；有敬虔，佮有手足之情；有手足之情，佮有仁爱。这个是恁所需要的品德。这个恁若拢有，佮若充实，会互恁佮较积极、佮较有效认识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人若无这个德行，是短视，是失明，袂记得伊以前的罪已经有洗清去。所以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恁着搁较努力来证明上帝对恁的呼召，甲竞选是确实的。恁若安尼做，就袂坠落。安尼，上帝大大赐福互恁。通进入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。所以，虽然恁已经知这个代志，佮坚定接受恁所领受的真理，我犹犹要不时甲恁提醒这个代志。我想，我有活地的时，应该着甲恁提醒。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有清楚甲我指示，互我知无久就会脱离这个会腐败的身躯。我要尽力想办法，互恁伫我离开世间以后，不时会记得这个代志。死后的纪念。俗语讲，人死留名，祸死留皮。儒家也有所谓的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意思就是讲，只要做到这三项代志，就通永远受人敬仰。彼得伫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检采感觉焦虑。不过，伊焦虑的毋是家己要安怎互后世纪念。反倒转是，若是无伊一再的提醒，后来的基督徒要安怎记得耶稣基督的教示呢？传统上认为马可福音的资料来源是彼得。换一句话讲，彼得毋仅透过批信来勉励当当时的基督徒，也可能帮助马可后来完成福音书的写作。这个写作的用意，拢是希望伫伊死后，基督徒
也会当继续持守即个信仰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·克里斯坦森伫你要安怎衡量你的人生这本册内面讲到，短期会通看见成效的投资，固然会带来互人成就感，毋过真正会影响人生的，往往是短期还看袂到收效的投资，譬如讲对家庭、对子女的付出。这互咱反思，若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咱拢相信死后有审判。上帝并未用咱生前的社经地位、经济收入到有程度来衡量咱，是端看咱伫伊赏赐互咱的逐种角色顶面，完成偌济伊托付互咱的使命，帮助偌济需要帮助的人，甚至是进一步带领偌济人诚做主耶稣的门徒。2021年10月，台积电宣布落脚高雄中油5轻巨子设厂，这也互人想起1990年9月22日是5轻的动工日。5轻的建厂虽然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，总是后续不断发生漏油和爆炸事件，却也互当地的人人心惶惶。伫市区人口稠密的所在起一座遮大的炼油厂，所引起的各种污染问题和导致的高离癌率，也是高雄后裔居民永远的痛。根据当时中油讲好25年迁厂的承诺，5轻早就应该伫2005年完成迁厂。虽然5轻炼油厂伫2005年底关厂，却迟迟无完成污染场址的整治工作，这也互台积电的建厂计划面临真侪困难，佮引起真侪讨论。你要安怎衡量你的人生呢？你简单要追求短期就通随时收益的成功无？安尼有可能你的人生会亲像5轻共款，短期确实会当带来经济收益，长期却是后患无穷。基督徒应该要有永恒的眼光，就亲像彼得共款。知影死亡是袂当避免的必经历程，总是还是通努力留落值得继承的信仰遗产，继续帮助别人进一步认捌基督。假使咱有这款长期目标，也应当记得伫日常生活中，拢爱为着这个长期目标做一寡投资、付出甲努力。默想，我着安怎衡量我的人生？我通留落甚物，互我伫死后通继续帮助其他人认捌耶稣？咱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主，求你互我体认到人生的有限，帮助我善用人生，引带人认捌你，归荣光互你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